墨西哥世界射箭大獎年終賽落幕啦！台灣唯一攞到參賽資格嘅女將雷千瑩攞到咗銅牌。佢話呢一場勝利係靠平常心同埋專注力得返嚟嘅。短距離練動作，長距離練穩定。10年嚟，只要國訓中心休假日，雷千瑩就會返到位於三峽嘅母校明德高中自我訓練。就即使一個人練體能，一日練300-400支箭，亦都唔覺得攰。而歷經亞運、奧運、國際大賽嘅洗禮，早就已經係資深老將。26號落幕嘅墨西哥世界射箭大獎賽年終賽，卻係帶翻嚟新嘅信心。唔單止射落銅牌，仲喺8強賽以6-2射退從來冇贏過嘅南韓國寶祁普培。1號就要飛泰國，再搏亞錦賽啦。雷千瑩唔理時差就投入練習，亦都係為咗搶奧運資格暫時休學。佢話若果搶到資格，比完奧運亦都要退休啦。到時只希望新北市開出專任教練嘅缺，等佢有所傳承。